是毋是生做真水？是，伊是中安第一美人，当然真水啊。那若安尼，你就真介意咯？是，当年君一路在京城，无依无我，所以害你去一间金楼，名叫林卫阁。这阵伊住伫迄个所在。 对，你这件代志是安怎免两早甲娘讲？母亲，害你一来希望讲会当相喜你嘛，二来呢，惊母亲你唔肯答应，所以我才等母亲你受代的日期，心情特别搁较好，才加向母亲你的告禀啦。 安尼哦，母亲，你答应孩儿带连军好？母亲。 好，我答应。你都爱了解啦，我会答应如意甲当年君的婚事，不得已的苦挑。君子。 你是讲，你只答应如意，带当年君为妾？当然咯，你唔才是如意的正室。正室，
我明伦不只是要做如意的正事，也要搁得到伊的心。也毋过，什么方法都用尽啊，竟然无法度通我拆散伊甲董连军。看来有董连军的存在，如意是袂真心爱我。是如芳，碧落啊！你的手艺阁袂歹安怎？无啦，高长。表兄，这我是昨昏才甲张嫂学的啦。啊，这小鸡我较无内行，若烘了较歹食，你都无见怪。你干那偏啊，都芳甲安尼，阁食落来讲的，这一定袂歹。哇，红婆啊，来，哦，试看觅来，这支腿互你来。我食袂落，啊，请你家己用哈。有票落啊！无你阁去烘一乌酒好啦，哈。好。无啊，红婆啊，我安尼甲碧罗陪你出来外口行行的，目的嘛是要互你会当清心呢。啊，看你颠倒闷闷不乐，啊，一个面是敢若拍死角的，啊是安怎？你甲碧罗心意我知影。也毋过是安怎？哦，你是搁为着等人军上？我甲你讲啦，你若是为伊气死吼，伊也共款袂灰心转意啦。我这2天冷静甲想起来，我感觉这件代志一点仔可疑。哦？既然当年军伊较变心，因为什么叫玉斌专程来甲我看呢？分明，伊是希望讲我分，所以才会故意特工踮我面头前讲遐绝情绝义的话。也毋过，伊的心内忍袂住，伊关心我，所以才会叫玉斌来甲我看。这种感情是伫咧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。连你家己也唔知影。哎呦，啊像我吼，伊从来还阁毋捌看到讲亲像你这尔死板的人啦。打人心嘛已经嫁人啦，啊人已经甲人成亲啊啦，啊你还阁安尼戆戆啊伫咧想人，那实在是有影世间。对，连军绝对袂对我负伤，伊安尼做，一定是令我苦痛。嘿。你这个囡仔吼，我实在真无你的法啊！唔知是要来坑你较好，还是要用骂你的较好？哼！食酒啊，食酒啊！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就这件代志，查明一个清楚。我总感觉讲，边军绝对袂来辜负我，伊绝对袂甲陆亲王成婚的。心。
给小王爷。啊，当姑娘，免得。孙囡仔，人我有煮一点心，偌尔啊好食，你有要食看卖无？点心。小王爷，小的告退。当官，我母亲已经对咱的婚事，你可知影嘛？我的手挽桃花面，眼看天边秋不眠，分明天。小王爷成婚，丽君的一世人心肝袂安。丽君，受果是好人呢。马春成是毋是捌甲小王爷讲过，我的未婚夫文凤婆是得病身亡？是啊，伊是要欺骗你。文凤婆是去互马春成害死的。伊就要互小王爷欢喜。在我甲文凤婆成婚的迄一天，为做做命，将文凤婆抓入监，了后就将伊害死。王爷对莲君如此厚爱，莲君情愿屈身相付，但是小王爷无论安怎，你一定要为文公主报仇伸冤，免得文公主生不瞑目啊！大大马春成，竟然害得就小王含义不完。当姑娘，你放心，小王绝对不了过就伊马春成。多谢小王爷。你现在也小王爷还佫讲什么话无？讲哦，要真心来抓马大人哦。大人，你说，在，就给领赏哈。多谢大人。哎，大人啊，免急免急，
但也无害死文洪波啊！文洪波伊敢是好好伫咧行城的啊？无咯，大人啊，爷你敢是甲小王爷亲嘴咧讲，讲文洪波已经死啊！文洪波是生是死，这并无重要，重要的就是。是你的白茶话，你要被识破啊！马春贤，你的白茶话若是被识破了啊，你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你知影？此事不如君子费心啊！就是神对上爷讲的白茶话，若是识破。要大福晋替神做主咯。哦，原来是你对大福晋讲的白茶话，也被识破呢。马春贤，你对大福晋讲，小王爷袂乱歌姬，你也已经将迄名歌姬送回去长安。事实上，迄名歌姬还阁住伫连门阁。另外，你袂记你甲大福晋讲，替小王爷将迄名歌姬带进京城来的人，就是你家己。大人啊，伊超厉害哦！什么代志拢袂当瞒过伊哦。马春贤，大福晋若是知影代志的实情，伊减压还阁会暗护你，还阁会替你做主事。哦。文子，听你的口气，你家己有意要替神安排这此事啊？无毋对，只要你会当替我办成一件代志。哦。文子，请放。为着免伤害到我甲小王爷的感情，我无愿意出面对付东联军，打算要借你的手，将东联军除掉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陆金龙已经带人入来了。啊！我不便甲伊见面，东联军的代志，明日再搁讲。先交给小王爷。小王爷，马春贤，是大姐。小王爷，先犯何罪？哼，害死就一本红波，陷害小王，伊不义，你还阁唔敢上殿面君呢？哼，小王爷，皇上要将神治罪。这个是当今皇上送予令尊洪亲王的免死办，如今啊，大福晋已经将伊送予神咯。